面临介绍是散播严重假诈骗长秋，议员陈义丁表示，虽然台南一直号称打诈全国第一，不过根据资料显示，不管是侦破比率，台南是6度上低，连案件成功率嘛高达3倍多，和市民一不小心的被骗，究竟如何主动要求市府提出对策？我们是打诈全国第一，但对民众来讲还是觉得诈骗很严重啊。那我们也看到说，以数字来讲台南市近2年的诈欺案件破获率是6都最低哦。111年前年是96.2%，到了去年是87.2%，我们的破获率还退步了哈。那再看下一页我们的诈欺案件成长倍数从100年到112年。台北0.8倍，新北1.2倍，桃园1.5倍，台中1.4倍，高雄0.7倍。我们台南这个成长倍数3.1倍，是翻倍的成长。所以在破获率在6度比较低的情况之下，的案件成长数比较高的情况之下，民众还是普遍观感上觉得我们台南的诈骗还是非常严重。我们有什么对策啊，局长？我想这些数据来讲因为我们如果从125的数据来看。其实台南市是6度最低的，但这各种原因我们就不方便再说太多了当然，在整个主诈来讲，我们第一个是首重宣导，宣导之后就希望说，所有的民众，我们是尽量把这些没有宣导到的民众把它捞出来，这些是我们潜在的一些被害人非常多了，我们一直希望我们的预防科跟刑大合作。去把这些相关的被害人捞出来。李针对最近有艺人在节目当中分享开车无拍方向灯被开单，后来发现是诈骗的影片，对此嘛，和议员提出关心，究竟敢是假消息？会中警察局长回应，虽然刑事局目前也无接到律师的申诉，有可能是戏剧的效果。不过市长则讲理论上会，不过实际上也需要观察，当然小心，搁再查证是好。机器扫一扫，那是好，那个习惯是好，但是那个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会汇得进去？尤其是小额的，我不敢讲。既然防治假消息、假反诈骗已经是全民的共识，嘛是新政府上任宣誓打击的重点，民众家己一定要先提高警觉。台南新闻，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。